我曾經喺一個網上論壇上睇到一群人，唔止一個人喺度呻，講話30幾歲左右被裁員之後就揾唔返原來嘅職位，需要去申請做保安。並慨嘆：唉，人到中年，老闆都係想請後生嘅。佢哋呢啲過咗30歲會好難揾工，唯一嘅出路就係去做保安。每次呢啲言論一出，總係好多人和應。我諗起好多我哋商會會友，好多即使年過50，仍然非常吃香，經常睇準市場上嘅新機會，揾出商機。我一直喺度思考，究竟係咩原因會造成咁嘅差異呢？點解一個只不過係30幾歲嘅人就覺得前路茫茫，有啲開始年紀大嘅人反而覺得機會處處呢？我諗咗好耐，得出一個答案就係知識。唔好誤會，我並唔係講呢啲想申請做保安嘅朋友冇知識，啱啱相反，好多都接受咗唔錯嘅教育，甚至乎係大學畢業。但係點解佢哋咁快失去咗本來嘅工作，並且揾唔到一份其他新嘅工作呢？原因係因為佢哋好多之前學嘅知識已經折舊歸零啦。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一個講法，知識都會折舊㗎。我哋喺大學畢業出嚟嘅知識，每年係會按20%嘅速度折舊，咁代表喺5年之後，如果你唔學習新嘢嘅話咧，基本上你嘅知識就歸零㗎啦。所以問題正正就喺呢度，喺新世紀時代，如果你唔去不斷學習新知識，你好快舊有嘅知識就跟唔上新嘅時代，唔能夠為你創造收入，而職業生涯之路慢慢就越走越窄，最終只能夠被市場淘汰。其實解決方法好簡單，就係持續學習，甚至係終身學習。話雖然簡單，但係好多人都會話好忙啊、好攰啊、冇時間啊、我讀唔到書啊。我知我明，真係好難。但係好似我見到好多好後生嘅人去申請做保安，我就喺度諗，懶得過30幾歲去做保安。我係 Anthony Liu，香港 BNI 高級董事顧問，關注我，同你講多啲創業故事。